有看到这个霸凌丹凤国中这女孩子，好，国中生的，有看到这个新闻的朋友，有看到，大家有看到？好，我讲个概念的，我讲个概念怎么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哦，我今天看到这个女孩子被霸凌，啊，我讲句实在话，我是不知道这个国中女生到底做了什么，跟他们有什么美感，但新闻的报道有讲。新闻的报道讲说，这个国中女生跟他们是有熟的，然后在 KTV 啊里面，啊因为借打火机要抽烟的事情，借打火机啊，来后面好像不知道怎么样，大家有点口角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借打火机啊来的事情，来他们有点口角。那我问你一句话，我问你一句话就好了，你去看，今天。那个女生，一拖个人的去呢，一拖个人的呢，你懂吗？你看那几个女孩子，哦，又找了哦10个小男生、国中生，哦，在那边看，你懂吗？啊，在那边扁他，在那边打他巴掌，都打好几10下，打到上面的人录音都听得到。那我问你一句话。我讲是坦白话啦，今仔日就对了啦。也许你们是国中生，你们还不懂什么叫美感，什么叫做笑出，什么叫做拿捏。伊给他拖个人的呢，偌做我的个性。今仔日若是有人甲阮闲，也会讲乌吧，哦，甲阮遮小弟有啥顶打。伊加一个人来，我绝对袂来叮当的，我绝对袂，你放心。为啥伊叫小贺嘛？伊叫小贺绝对袂来叮当的啦。叫小贺，你了解无？绝对袂。为啥？伊来，就是食咱笋。你像吃屎哥来啦，我呛虾呛到这落去，你看卖，对无啊？吃屎哥来我呛虾讲，安怎要让我修理，要我好看？伊一个人叫小贺，一个人来，我有甲欺负无？无。伊讲输的要食屎，我有去食屎无？我摕发财金无伊，我摕汉堡回食，我讲你莫食屎，我袂来你消遣，你了解无？我是要看你去互大家起笑，你听我意思。我今要讲这个概念，我不知道这些国中生你们懂还是不懂，叫小的问题。人今日加一个人来，你就招伊2个查某囡仔，对无啊？顶高起嘛，对无啊？看要串头章还是要安怎嘛？对无？你了解我意思？你了解我意思无？我咧讲这个概念就是安尼，来刷一整排爱心，刷一整排爱心，刷一整排汉堡，刷一整排汉堡。我讲这个概念就是讲，今天这个国中女生，伊加一个人去呢，恁叫小人好，恁就爱甲一个查某囡仔甲伊顶高起哪有紧，对无啊？啊！规定人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好汉？对不啊？来，遮国中生遮弟弟，恁规定查甫咧遐看，恁规定查甫咧遐看，我问恁啊，那么多个年轻人，来，你们今天看到那女生被打，你是不是应该要有2个有什么误会？你们这一群小男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大家都同学一场，来悄悄的讲的，对无啊？是不是应该来悄悄讲的？大家以后要是朋友，对无啊？你就使一群查甫10外个，你遐看伊去用拍嘛？我问你啦，这个查某囡仔以后做什么感想？他心里面也有什么阴影？会不会出现反社会人格？因为他被霸凌过了，他反社会人格。他以后会觉得说，社会上的人都欺负他，他就反社会了。他也觉得是有委屈，做什么事情越来越激烈，你懂吗？你们在现场这些男生是不是应该要出头出面帮他把这事情圆满掉，来做一个调解，你懂吗？而不是看到在那边被打、被羞辱，你懂吗？我不骗你啦，偌做吼。这一我国中生的弟弟吼，外口缀兄哥的对啊，我无你骗。阮小友啦，
14岁就地话，阮少千15岁就地话，拢未成年就地话，14岁哦，14、15岁拢地话。我跟你讲，那今晚最我叫小弟的小弟啊，小弟的小弟啊，那么未成年就跟着我啊。今天有这种事情，他在场的话，我不骗你。今天不是他们哦，看人家被打巴掌不是啊，而是我架回来，我打巴掌给别人看的，我不骗你，你懂吗？你今天我无讲好小半句话，恁若无熟悉高雄蛤蟆星志雄大志雄遐，你问看卖，你问一下志雄遐志雄大看卖。2年前，2年外前，在高雄金巴黎，金巴黎舞厅啊，少年家有美感，少年家有美感啊，你了解无？乌马甲富城有美感，你了解无？我记面是全部少年起来，全部肾水配啦。2个有代志，全部拢肾水配，肾到拢流血啦。你了解无？为啥？我为啥要安尼做？你了解无？食咱种规矩，这个啥物规矩？你了解无？志雄兄坐遐，恁2个少年家有美感，我问你啊，你若遮大汉拢当去笑的啊？我话恁即摆佚佗了就好了，无大无小，会使安尼啊？看你们表演就好，可以这样子吗？我住地里我都不敢这样，你们可以这样子吗？在场有参与的全部给我站起来，全部都来打巴掌，你懂吗？这叫规矩，叫制度，叫教育，你懂吗？哇，最简单的，我的小弟还是讲前小弟有参与，像那个国中生在旁边看，没有去帮忙阻止，还看他们瞎起哄，看他被打，你放心啦，我能叫来公司的对啊，法规个来省水尾，当然唔想要省，跟下人家省，了解无啊？同理心的问题嘛。你做一个查甫囝，你看到一个查某囡仔了这种欺负，你记名是不是应该给你？过去说好，不要这样了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讲一讲，你懂吗？而不是今天看到一个女孩子被欺负了，你懂吗？她有社会上她心里面有什么阴影？你懂吗？有什么阴影？对不对？我问你啦，有做唔着什么代志无？下面老爸老母都无安尼来拍，你也是安尼来拍。人家爸爸妈妈都没有这样打他了，你可以这样打他吗？你是凭什么打他？你懂吗？我跟你讲啦，换做今仔日我是伊的士大人，换做我是伊的兄哥啦，换做是我的表妹啦，或是我的亲戚啦。我看到今日安尼，我绝对袂煞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爱煞，我绝对袂爱煞，我话你听。你是凭什么会使拍阮的啦？对不啊？换做今天这个女孩子是我的亲戚，远房的妹妹姻亲啊，或者是什么表妹之类的，我绝对是到学校去的。我的做法就很简单的我的做法就非常简单，我一定到学校去，叫这些小朋友。这些国中生的家长过来，我已经叫他的家长过来，全部都到，我已经讲那个做法。今天来，我们先验伤，我的做法我讲给你听，我会怎么做我们先验伤，先告这些小有动手都告我叫你们家长全部过来，你今天打这个妹妹几个巴掌。现在家长就给我打几个回来，你懂吗？我没有资格打你的小孩啦，没有资格打啦，我们不会去打啦。我的做法就很简单啦，我到学校内底叫恁家长总结啦。你若这个查某仔伸几个喙皮，你死大人啊伸几个转来，用什么样的力道，你就会用什么力道打回来。做不做得到？做不到没关系啦。做不到没关系嘛，就告嘛，你懂吗？就是告嘛。我相信家长应该是都会处罚啦。为什么？80%的家长都很明理他认为他的小孩这样是不对的，你懂吗？我跟你讲啦，今仔这个查某囡仔，因老爸老母就无安尼来拍，你是凭什么规定人来拍？对无啊？再来第二点，打人的人。我也不是他们家长，没资格动手打他们嘛。当然很简单，我叫你的家长来打，
你懂吗？啊，你家长不来打，我一定有我的手段的嘛，我一定有我的手段的，你懂吗？我不骗你啦，啊，要记得，啊，今天嘛，我可以跟你讲，来，法律第一个嘛，啊，如果今天我这一口气气不下的话，我不想走法律怎么办？那没关系嘛，你家长不打也没关系啊。如果我们不告嘞，是不是有其他种方式可以处理？那怎么处理？来，再找一组中辍生，比较敢的嘛，找10几20个小流氓，再把你扁一顿嘛，你懂吗？再找一个中辍生嘛，再把你扁一顿嘛，你懂吗？你跟国中生讲什么黑道哦，讲什么兄弟，他听不懂啊。你跟国中生讲什么帮派，讲什么兄弟，讲什么他听不懂啊，你懂吗？他们大概都只怕中辍生而已，校外人士，你懂吗？他们都大概只怕这个，你懂吗？啊，如果你家长不打，我们有非常手段嘛。这一口气如果气不下的话，我说比方啊，打个比方比喻，我是不是可以叫校外的中辍生，年纪跟他们差不多的，找10几20个小流氓来修理他们，你懂吗？因为跟国中生讲什么哦，兄弟帮派他不懂嘛，讲什么干逃他不懂嘛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来，摔什么爱心？摔什么汉堡？汉堡啊，来，待会送苹果 iPhone， 还有发财金10万来，刷最多分享的人开始分享。开始分享。有人分享没事拿不到，分享50先拿到。开始分享，刷什么爱心？开始分享。没有设定中张小云抢金冠一律不送，没有设定中连前一抢金冠一律不送，没有到蓝地精品粉丝团按赞的，还有分享我们自己贴的一律不送。开始分享，刷什么爱心？摔什么汉西？摔什么汉堡？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要讲这概念，就是一直在重申，就是说，我们不是一直推崇，不是啊，不是推崇以暴制暴，你懂吗？哦，我要讲就是说，今天只是要让你感觉知道很清楚，你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人家，别人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你，那你作何感想？你懂吗？来，上来。对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今天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对别人？别人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对你，啊，你作何感想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说我一直在重申，就是说，我一直在重申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有时候社会上你看一下，不要有那种人多欺负人少，的事情发生，来摔什么爱心的？摔什么爱心？摔什么汉堡？来分享粉丝团个人脸书现实观看，啊。你懂吗？真正的，对不啊？社会当中，莫有啥物人多欺负人少的，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嘛，来，你去看卖咧，你像今仔日我跟你讲，你讲我拄仔在咧讲啊，吃屎哥的啊，来吃屎哥 ，FB 来我呛啊呢，对不？来我呛啊呢，我今仔日我有讲半句话嘛，我问。你一个人来坐同年的来啊，坐什么车来？伊来拍输，我知他想红嘛，我知道他想红嘛，你懂吗？那我今天他想红，我今天我有羞辱他吗？他有说他输了要吃大便，他自己说的哦。你知不知道他吃那一口大便下去，人数可能会破10万的，但我可以让他吃吗？我让他吃下去，我整个人的格调荡然无存。我规人瞌睡都无去啊，你了解无？我一个人的人格就是安尼尔啦，你了解无？来，不但没有让他吃大便，还让他吃汉堡，还拿发财金给他，你懂吗？这是一个最大的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别人想要看他出糗，而我不是，你懂吗？我想要教化他，但后面证明事实我没有办法。因为他太抢红了，你懂吗？呛完我马上呛馆长，你懂吗？来，待会有重要事情要宣布哈，待会有重要事情要宣布来，摔什么爱心？摔什么汉堡？摔什么汉堡？来，所以说我一直在重申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有时候你们要知道，今天，在社会上，它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没有错，它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，但我常讲，社会是怀个第3分力啦，横跟直3分理啦，你懂吗？没有模糊空间，不要人多欺负人少，